听见他一心要抬举是婚，我女儿家的心事相随总算我当时真过好几位，我转句高起八比，真乃是时常拍手空费力，我自理爱难心自己。那衙外好像是些苍井。
莫非是那千金就是我王子妻？心慌下子落下地。人的孩子，这只孩子好生离索，家里虽然有花龙，分明是我亲手缝，实在一送林香。我来问你，小姐何事？那日我明日前往林家苦人取过，小姐吩咐怎管不去？送去哪几样东西？衣帽一套，鞋子一双。教育何人？林家相公林公子林姑爷呀！快，此事何问？这凡不与我跪下，小姐，你错寡人了。世上有人，哪里来的野小子，尽管狮子大胆。先生大贼，小生就是林兆的呀。林兆的，原来是林家姑爷。哎呀，你怎会摆在此上？快下来吧。哦。姑爷，我家小姐在此。小姐，小生有礼了。哎呀，小姐，姑爷向你见礼了。哎呀，小姐，你怎么不讲话呀？未婚夫妻初相逢，有话不知诉何从，只见他一身穿的是我送，我心中欢喜梨花红啊！哎呀，姑爷，你怎么不讲话呀？未婚夫妻巧相逢，有话不知所从，一阵
要老，我此生又是在梦中。常为婚子心悲痛，今日里怎可相对诉苦衷？姑爷呀，小姐不言你贫穷，今日里何不相对诉苦衷？小姐一片心啊，与你两家早联谊，我千金原是你邻家人，送一桌是文乃是相公有比挂在心。家门的父，礼物是女及人情，自从我父身亡故，欲遭大火烧家门，母子忙我才起身，家贫挑三过光阴，那一日天昏脚比翁虚伪，路上行人都太冷，说什么天不平地不平，半天落雨半天淋，女婿将风挑三马，岳父骑马来又乘，他为家招来我娘亲，必须太师要拉婚，他只好是该收银，从此两家就断了情。
你回家禀告老娘亲，虽说你期望千金，不是启禀儿夫人。琳琅啊，挑水生也苦，反非你问啥世生难担人，我有心认你今不人，此事不必上儿引，你今夜三更到院门，我塞不了黄金交西城，怕须为好门前灯。小生领会，今夜三更就不上呀。小酒姑爷思相为，他们是要好
今夜三更天，300两黄金相交代，我花园等待写成哎，假意冒充林姑爷，怕他伸手要凭证，我把秋月王中警察偷出来，待等黄金到了手，有钱逍遥都自在，都自在。小姐婚姻成了心，心里也高兴。姑爷，你在哪里呀？先生，你在哪里呀？为何声音不像邻家姑爷？先生，我叫王金接我。姑爷，你将金钗接我。哦。不许！你是府中花枪张兵，大道王位谁不弃？尽管冒名去王境，我告诉老爷得此信，将你捆绑送官厅，送官厅。法路死不仁，送完大贼要进衙门。谢曾经，我叫王金王于你，这就你此次千万莫高升，莫高升。拿来，拿去。我咋走了，反而引起你心，不是躲在一边，切可动静。
上。儿啊，你为我如此惊慌，爹爹。他怎么会在深夜被人所杀？儿啊，你又为何深夜来到花园，还不从实讲来？爹爹，孩儿实不相瞒，不是我与琳琅花园巧女，想夜半夜陪谢春来此山间，谁知谢春他不用多讲了。林是林遭的这个畜生，怨我悔婚，心生得意，杀死雪城，盗走金银。爹爹，想琳琅那一家死生，真为满人爱面，万万不可冤枉好人。只可你这奴才不守规训，才闹得引狼失色。从此以后，不许你再下水了，以防家丑外扬。来人，有速将薛城被杀之事上告开封府代理府尹，写召大人，
就是临走的金福银雀，杀死薛成，盗走金银，要他做那凶手临走的。是弟弟，万万不可冤枉好人啊！儿子。门关上！儿啊，你浑身是血，不要生个，你到哪里去了啊？哎呀，娘啊！今日孩儿心中烦闷，去到教院放风筝，花园巧遇王家千金，他让我夜半三更，想挣300两黄金，谁知到了花园。怕是情妇悄为应啊！那时天上月黑无光，孩儿我莫进远去，谁知这下半道跌在地上，地头一块，那学生要为他满身鲜血，他死在地上了。哎呀！听是杀人犯，抓你进衙门。走，走。儿啊，娘，林兆德，你为何在深夜闯进王家花园，杀死薛成丫头？小人冤枉啊！无事，门上有血手印为证，有抄出血液件，你还管递来吗？大人，小生有下情上禀，讲灵王两家帮有情，遭得与小贼遭猎营，这为今年我家贫，那王城司里要拉婚，那天我郊外放风筝，花园里巧女
女往前进，相见不忘夫妻情。让我去人在山根，我也不莫好进远去，不知何人杀谁曾。敌在世上，情在心，浑身鲜血在已经。慌乱匆忙为家营，敲门天上血手印，句句言语都是真，万望大人生远近。有病症，与小姐所人精彩一致。北大人，方才在王家花园上万之时，死水旁边也是得精彩一致。呈上来。凭空争来生精彩，都叫我心中非你猜。世界相儿我心明白，我如今大梦放心来。林昭德，你有招无招？冤枉难招，不用应罚两你不招。来呀！有，适当4日大班。是。
可与张宁在？张宁长在哪里？那样的自己找人啊！不是小姐养我来，一杯正为院门开。这正是你们推儿的光临。生命不是儿戏事，他人啊，你身若开封要明察去啊，为民生源做自在。此刻血衣手印不证据在，你顽棍强辩。林兆德，你再不早来，难免被虐受苦哦。冤枉难找。来呀！有他应是是永英。啊！林兆德，你有招无招？受因不顾。手啊！我冤枉。宋英，瓦供上来。瓦供。林兆德原非穷书生，家头没岁是爱文，想不到狂风骤起，小手印落在面，一日光门。
个报效公党，混了出去。是。项王臣不愧是本身首富，究竟是故。此恩出在他家，故人怕人以高尚为名，前来当殿。当开上子宽分明，假日里当送上门，算家自保金无病，孝敬国舅谢大人，只为穷须上西城，谋财民财不清，万望公堂思年英，早日此战早成心。王臣既然礼上门，我真理神水太子终身心。来呀，神我命，临着的满在海民之恩，铁证之山，明日5时3刻，帮扶发上，斩首示众。王一飞，西方吹，心头愁眉。曾记得那日夫妻花园外，雅亭三对去迎来，有才子谁曾凭空照射。恨的是闺中女儿难成为公堂无法去责备，我恳求老父做主人，他恰是不好了！
经闻，雄心来，万次乱情传雄威，谁操啊谁操！你不为良民伸冤情，团长王法推不给弟弟，辅导长情不得志，理性的杂郎更凶残。这望远镜能生气，夫妻只能总相偎，谁知今天霹雳响，生离死别两分开。去吧，你所去准备想着自己，我要发上继父儿啊，你慌慌张张要到哪里去呀？今日里女儿要出闺门发上衣，三句三杯继父君，这天当上一台婚，临王两家断了情。弟弟无与昂西的女儿恰与夫妻情，邻家平安还不能，早得因为少得因，至今终须要受刑，怎可别家盘高亲，王家一灭罪有尽，发上继父难永生。我当庭旨意不必改，你徒劳看着不费心，我要去要去，定要去，不能不能还不能，今日弟弟不放逸，女儿已死了三生。想我儿心境倔强，今日怎能让他健忘发丧，好在无事一顾，穷归丧命，受他是为卫星专一。秋月，你被小贼动去发丧，祭奠之后，说说未来不得有福。是
的意思。小李没记西记文，不让高头诉冤情啊！老夫人好不小心，怎么将我家小姐藏到这里？哎，秋月，烦不快将这位老人家扶起。不，老身又是谁身匆忙赶路伤到小姐。不是我赶路匆忙，将老人家上到雨地，方不记挂。秋月，快观望发上。小姐留步。哎，人家有事，你又多讲。哎呀，小姐，你身穿小服，前往发上，不知所几何人啊？面部相称，与你无关。哎呀，小姐，今日发上这房，那是我儿是走的。原来凡事婆婆媳妇有理，你莫非就是皇室千金？真是媳妇好。
实事上只能高枕，生前愿望儿重生，说分明讲公正，因为妇女要做到下层，实事上只高不正，愿人黑的儿聪明，老生忠顺是救星在我同营观望发上。神王贵邦法上只需亲人祭奠，待等午日一到，号炮上升，神头落地。是。令郎，对，谁管乱唱法上？我家小姐王子千金先来祭奠姑爷。用力一击。
难讲，方才我路遇步步将，我当途中苦涩是汪洋，直到夫君知我心，才知以为不天亮。琳琅啊，说什么妇女同满堂欣赏，可见得送一送啊到门前，我咋要领把琵琶比家郎，与我比花园香呀生人凉，不是夫妻关同样，我今日真为大发上，你看我满身都穿小衣裳，难道我还想做新娘？听罢也仔细想，小姐却是真心肠。当初寄送一他无情总为生出小孩，我如何比大发长？
你待我，今生你教我永难忘。我临死外头是三章。第一章，我死而无前难马章，就你没看不官方。第二章，我死而留下白发娘，望你照顾能养。第三章，我死而你莫再为我太悲伤，原你家故事一郎听
埋于旅，我与你为人夫妻永分手。夫君连营山北去，浮空举尽心山去。琳琅啊，苦儿老天父礼遇，善良之人不帮助。怀里因果三杯酒，酒水尽来我里外流。小姐呀，今生无缘再聚首。但愿来世再配佳女啊！夫君连营山北去，浮空举尽心山去。琳琅啊，苦儿老天父礼遇，善良之人不帮助。怀里因果三杯酒，酒水尽来我里外流。小姐呀，今生无缘再聚首。但愿来世再配佳女啊！耳必听得耳声堂，父子饥渴谁来当？只见那刽子手一旁在讲道，吓得我生魂落魄飞涌向琳琅。小姐，高考一向而生，你将几碗酒过一吃吧。我心事叫你时常，他听耳边声声淌。琳琅啊，等你吃完一下后，再要想
相逢记不到。提笔活在光风起，飞速走在金轮场。天哪，莫非你也自领了岁月王？那为吾天下富公道啊！世人讲道，为吾夫人挽留眼神，基地未必，正在吃饭。快去车来！大人有命，基地未必，快走！刽子手深深催家，我这里心惊肉跳。狂风起，飞速走上，倒不是杀苏宝儿，土衣之人满开刀。快去！临死以我祭奠王，你好心我实属救万道，全领来切莫怒恼，为其于苦中相告，一歪歪请客相依，遇上树必干必挑，只因为法上不再7万人，我夫妻呀多见面，也是好你一片苦心我错关，情丝早得我触碰，恨的是终有人说千万里枉法是山，忘不了。我抬头向天苦求讲，但愿世人永不到。祭奠苦完，丧礼完毕，为吾这张日记，将他棍出法上。快走！且慢，小女子上有一支祭文，尚未到过。休得啰嗦，还不快走！实不让我到过祭文，我死也不离法上。祭文读过，快走！
在未婚佳期，往事千金，生气琳琅早得哟，两家与你定亲，指望基老长成。谁令门里你把落，寡王家宅起新人，门无有别，贫富不等。老夫死里留下回呀太婚，妾身今从上世记入夫君，珍惜天时良机，花园见面相呀人迹。谁知凭空万物，西城北上，十月难安生。而今你跑了清明四季，离了八法娘亲，苦令我为披嫁衣，西川小菊，哪来同往新婚之乐，唯有发上死别之际，无负琳琅。君子愿责任大海，永难分离，且只恨天长地久，无日可见。亏身望天有业务，苦非有理，叫一声望天有物，何不自问？猜他快些！大人有令，快些！姑父官府自然新规，王法无有分寸，经不起烈焰，别公熬不是三考落文，却当人造欲去难分，发上判斩。哪里是什么基本，分明是在高声喊冤！来呀，有，将他轰了出去，四人一刀，明炮开刀。是。刀下留人。陈追放两位进度中，有人拦轿喊冤，包大人有令，刀下留人，此案重审。恭喜包大人！
尽冤情。分明是碰上书生，真为做英雄之臣。小姐与秋月道：“小姐请坐。”谢寿，王小姐，3月初3夜3更，你可曾向哑铃声去望君？听说邻家都贫困，曾经了表夫妻情。夜半花园万人明，你在徐里可知情？不见西城转为一团花园芳自尽。包大人，这院老屋相拉婚，推着落金下多水，一问头里进衙门，送与过去西大人，算家之宝金无病，王成梦境西分离，西草谁会乱盘衣，只落得上把不平，原来生竟有此事！张龙少妇，命你两人拿金牌索取郭军府手上金物品。是。小姐，花园呀，他去望君，可与何物做凭证？恐怕一生神不清，一纸警察将他审。哟，小姐，我这里有2支金钗，一支是西城收手的留香之vật，另一支是领早的在谢大人审他之时身上之物。这支彩松，这支彩青，青的彩家，重的彩针。哎呀，这是青衣金茶女是秋叶之分。是你之物。是啊，有时都是不走去。秋月，小姐病人对你可好？小姐心地善良，对我的养娃亲自姐妹，写出经营英勇相貌，可是小姐一般是比我秋叶细心。我跟随小姐的器重，花园城金彩娘写出几把里，我想写成她。哦，
了。他夫妻长谈曲中情，那旁隔墙与儿听。其实曾花园曾经那一望头听见在起，桃菜杂片满在面，定是王夫之臣。小姐秋月，我来问你，那日花园之中是你二人，与谢琛、林昭德之外，还有何人？大人，我想起来了，那日小姐游玩花园，是我们四人之外，还有一人。什么人？王府花将张培章。张培章。禀大人，国君府中随到王府所案家之宝金物品，请大人过目。王臣奉敬。不正，你尽管府里随杀王庆府的。王臣送我金无兵，礼上往来无在明。你生不出真凶是何人？乱用金马才不轻。我看你满堂神堂多一文，这是外少的故人，杀得此人上当来水落石出，安分明。何人？查问此人名无姓，陪丫鬟叫西城。西草地起小西城，分明为苦不大人。灵机一动妙计深，哪怕真神凶不招人。包大人，小女子不仁，倒有一计虽然慢，地保大将女儿，你我不惜一日掌中，快快速见可同。你们二人都心里过鬼事。
心惊肉跳不离。长辈在，你造得好。长辈在，睁开你的狗眼，看看我是谁。十字你们在明实心肠，害得我夫妻好气呀凉。他受尽牢狱苦折磨，我抛头露面几发长，实非来了包大人，原人害的父子将，我要尽名呀将着当。长辈在，既有你亲口所讲笔录，又有兄道张进为证，还不画供上来？画供！保证有其门，否则地下头。听媒宣读，长辈在谋杀害民，嫁祸于人，谁给万事帮车出战？西朝代官开封，团长王法，
发配边关从军。王臣弃平纳婚，因为宫门当日牢房，令遭得负罪释放。300两黄金原物领位，责定即日两人与王家千金即日完婚。多谢青天包大人。